中日啊，伫虾皮网站方发现讲，因有咧卖无经过核准的药啊。伫咱台湾有核准的便药啊例外，其他是拢袂使伫咧网络顶卖。即马是药署调查了后，已经下令业者都要落市，而且交予卫生局来查办。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，互不少人真困扰。不过，进前伫虾皮卖场顶悬，竟然有业者咧卖无经过核准数级的异位性皮肤炎免疫抑制剂。小署已经请网络业者将卖资讯摕落来，也加强甲海关、甲地方卫生局合作。食药署持续与海关合作，加强抽查进口快递邮包，并与卫生局合作，主动监控网络非法卖药或代购的行为。一旦发现有疑似贩售违禁药的情形，则会移请地方卫生局进行行政调查，必要时则移送检调侦办。详细看伫原本的网页顶悬，业者标注这款药品是国内某一种特定原厂药的含名版本。小署表示，依照药事法第27条第1项规定，若是药商或者是药局卖或者是供应药品，应罚代票3万以上200万以下。目前国内除了经过核准的乙类成药，应伫药局、药商或者是百货店这网络卖以外，其他药品拢免伫网络卖。因为民众有需求，但是民众取得不易，或者是它价格高，它可能会利用一个价差来吸引民众是在网上来做购买。但是因为这些网站它都属于一个境外网站，所以其实国内包含食药署也好，相关单位都抓不胜抓。医生会看一个病患当下的情况来给予用药的一些指示，药的一个剂量，这个药的成分，什么时机点该用什么样的药物。所以说，为什么说我们绝对不可以在网络上就这样购买药物？药署提醒网络顶悬卖药物可能成分来路不明，建议民众千万唔通伫网络买药啊，则被食到假药啊，反倒会伤害身体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